好，今日呢個訪問非常之特別，今日梁繼璋好榮幸我一位前輩嚇，因為前輩咧新聞界方面啊嚇，電視新聞界啦或者各方面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。每一個人咧都話咧 ，every face tells a story， 每個人背後都有個古仔。而阿 Eddie 咧就係我哋今日嘉賓，佢嘅古仔，哇，可以話係悲歡離合啊，或者係一啲叫做人生嘅好多坦途啊，或者啲逆途啊，都經過晒㗎啦嚇。首先多謝 Eddie 先嚇，多謝主持，多謝。我好高興咧，今日有機會咧能夠分享下我過往嘅職業嘅背景啊。咁我來自咧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 ABC。咁咧 ABC 係一個美國嗰陣時，我入行係我離開校園咧1971年。咁咧係ABC 電視網絡。咁我離開校園咧，適逢越戰如火如荼去招攬職員。咁我好高興咧，能夠有機會踏進呢個國際嘅電視新聞採訪嘅機構。之前你對新聞工作咧有冇啲咩嘅認識，或者有冇諗過去做呢行？完全冇。咁咧，當我第一步踏入去辦公室咧，外國人已經好興奮，因為咧佢哋個團隊係國際性唔同國籍嘅職員啦。咁咧，大家可以聯想到咧，國際採訪係包括好多嘅國家啦。咁咧，一踏進辦公室就已經要講英語啦。咁一離開校園係有啲唔適應嘅。咁我好榮幸咧，呢份工作咧帶領我去認識整個世界，擴闊咗眼界，完全擴闊世界。咁我當然由低層做起啦，啱啱離開校園。我嘅職業咧，職責工作範圍咧，包括收集資料啦，全亞洲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。但我想問咧，因為而家同以前就唔同啦，而家就上網就好多嘢都揾到。你搜集資料係循咩途徑咧？嗰陣時係用中文我唔知係 Telex。咁我哋會佢耐唔耐有啲電訊打出嚟嘅？電訊包括美聯社啦，合眾國際社啦，法新社啦，新華社。咁如果佢不停咁樣去打出嚟嘅，咁我要留意，譬如有重要新聞嘅話咧，就會鐘聲響。咁樣咧，佢要不斷咧會 fit 啲新聞嗰啲稿啊。我知。我咪成日睇住，要攞出嚟，搣出嚟，跟住交俾分類做 file， 交俾上司睇下邊啲係重要新聞，嗰啲軟性新聞咧。你使唔使翻譯埋？唔需要。咁就呢個範疇咧，我每日咧都認識到每日發生啲咩嘢，同埋分類。咁同埋喺閱讀我都要睇噶嘛。喺呢個工作程序咧，令到我增廣見聞。其實你知唔知我爸爸係做呢樣嘢噶？我爸爸華僑日報譯電訊嘅，佢每日就係睇住個電視機，有啲似嚟，不過佢要譯埋、翻譯埋中文交俾即係我嚟登嘅。另外一樣嘢令到我咧感受深刻咧，就係我住香港咧，咁越南打仗咧，西貢嗰陣未叫胡志明市，每日都好多戰場打緊，由美軍陣亡啊，敵人嘅陣亡。咁啲膠卷咧，即係我叫 film 咧，就每日咧會寄嚟香港，就係用最後嗰班航班，一係就國泰航空，或者係越南航空，即係第一時間寄過嚟，第一盡快寄過嚟香港。咁啊要沖晒噶嘛，大家都有啲印象啦。你以前菲林都要沖晒啦。冇錯。好啦，我哋要了解到咧，亞洲同美國時間差距，我哋黃昏時間就美國朝頭早，咁嗰陣時冇24小時新聞噶嘛，咁啊旗艦主要嘅節目咧就黃昏時間6點鐘出街，即係話嗰啲重要嘅新聞片、戰地嘅新聞片咧嚟到香港咧就等於美國嘅早上。OK， 咁我負責咧就去機場等。專登去機場等菲林。就菲林一到咧，就即刻去沖晒公司，沖晒完要好多鐘頭噶嘛。因為你視乎嗰日拍咗幾多嘢喎。如果
有重要戰爭，好多範圍嘅，咁你要沖洗時間多咗咯。咁個節目咧，由飛機到達至到節目要出街咧，大約8個鐘頭嘅啫。咁變咗時間方面掌握要好。就你又負責晒做呢樣嘢啦。我負責係走片咧，仲要話。哦，OK。好啦，咁但係令我好深嘅印象就係咧，我差唔多每一日睇到戰爭嘅殘酷。喺一個年青嘅離開校園嘅年青人，令到我改觀呢個世界，唔係咁美好嘅。因為你身處嘅香港就冇乜嘢，係啦。但係你原來眼界擴闊咗，見到全世界都喺度打緊仗啊，見到佢戰地嘅片咧，就會令到你感受得好深刻。同埋令到我聯想到，你小心個咪唔好再拍嗰個大。對唔住，唔緊要。聯想到咧，我係好幸福。其中有啲故事咧，我值得一提兩個故事，就係當越戰就嚟打完啦，撤退啦。OK， 美國安排孤兒婦孺同埋曾經服務過美國政府嘅撤僑。咁有一日咧，即係未到淪陷嗰日，佢哋用咗架好大嘅 C-130嘅星河運輸機，接載呢啲難民走。係一半咧係兒童。個飛機起飛冇幾耐跌咗落嚟。咁聯想到時不與我啊！哇！活在當下，可以離開戰地啦，咁多年打咗，點知道？點都係命中注定要死。哇！呢個故事令到我好大震撼喎。要珍惜生命，活在當下。咁樣令到我反映到咧，我哋要真係要好好地。好無常我人生，即係佢去走啦，咁點知一飛就揈落嚟。係，仲第二件事令到我好傷心就係咧，每間公司咧有好資深嘅記者啦、攝影師啦，咁有個好友咧嘅攝影師咧就嚟結婚噶啦，佢咧就嚟離職喺越南戰場咧。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嘅啦，咁公司咧嗰時就嚟打完仗嘅啦，公司就調派佢去歐洲法蘭克福，佢哋計劃咧同我聘請我做香港呢份工嘅女經理結婚，臨最後嗰日，一個經理結婚，係同呢個 cameraman 咧，呢個攝影師打算咧就離職咧就調去歐洲，咁最後一日咧即係將會結婚嘅啦，咁佢話。臨別秋波，我去戰場度睇睇，有啲咩好嘢作為紀念拍下啦。咁當地辦公室嘅經理咧就話唔好啦，你就嚟走啦。但係嗰個戰場嘅氣氛係點啊？當時緊唔緊張㗎？好難預測嗰啲敵人，你唔可以預計佢幾時打你，即係打仗。咁樣佢咧就帶埋一個收音員，諗住。臨走啦，聽日走啦，拍翻少少嘢，翻少少做個紀念睇下，同埋收到消息，可能有啲嘢要值得拍。咁樣沿住叫做1號高速 Highway 1嗰個地方，佢落車睇下有冇值得拍嘅嘢做紀念。咁樣對面山頭中間係個空地嚟嘅 ，OK， 對面有敵人，有敵軍。將隊攝影隊殺咗，全部人2個人，最後一刻命中注定，就嚟離職，就嚟結婚，係我哋公司亞洲最好嘅攝影師。呢2件事使到我咧印象好深刻，係好珍惜。生命真係無常。但我睇翻咧，Eddie 你一啲嘅自我介紹咧，咁我見到咧，即係你
都雖然你好感受到生命嘅無常啦，應該珍惜啦，但係你又自覺對自己又唔係好珍惜喎，因為話你以前咧打拼啦即係我睇翻你接受其他人訪問咧，你就話你係對自己嘅飲食啊、睡眠啊等等啊、身體嘅情況咧食好多肉啊、少食菜啊、水有時唔飲啊，即係好多呢啲。你其實係咪年輕嘅時候總係工作重要過健康啊？嗱，我相信咧呢樣嘢香港人咧係好普遍啦。嗰陣時即係掛住拼命工作揾錢啦，就同埋覺得年青無敵啊嘛，係啦，完全忽略健康。咁最主要咧，其中一個危險咧就係咧危機咧使到健康有個威脅，就係亞洲同美洲嘅時間差距。如果我要做大新聞嘅話咧，我冇得瞓覺。佢主要節目出街冇得瞓覺。冇得瞓覺，因為節目出街係6點鐘朝頭早，香港時間。咁到仲要話開工，即係剪片，我負責係剪片。我個年代咧，尤其是咧，就唯一一個目標咧，就係搵錢賺錢，改善生活啦。咁我嘅工作就最傷身體就係嗰個時間差距，成日捱夜。我嘅記錄係18晚通宵，18晚冇瞓過。頭嗰2晚冇瞓，嗰個故事就係甘地夫人俾人刺殺。頭嗰2晚半咧係冇休息，咁咧第二持續嗰10幾日咧就係個節目出咗街，即係亞洲時間7點幾先瞓覺，瞓到中午1點又起身，又再做，連續18晚。咁而且你係咪真係好緊張？工作嗰個環境好緊，壓力好大。使到咧無時無刻咧係戰爭狀態咁樣，咁公司嗰個待遇相當好嘅，但係我哋飲食唔平衡，缺乏飲水，好多時冇正常嘅睡眠，咁如此類推咧，我體內咧睇翻轉頭咧，就形成一個患癌嘅計時炸彈。所以咧故事嘅下一半部分咧，一轉咗阿 Eddie 自己嗰個之前喺戰場啊，但係而家就喺身體變成戰場啦。對，係咪啊？患癌咧發生喺2006年，喺我事業最高峰嗰陣時。咁我自己講咧，係嗰點樣發現？係因為你自己感覺身體唔舒服，定係點？好偶然。嗱，呢個故事咧講都要15分鐘。我有機會我再分享。當我發現咗之後咧，晴天霹靂，我係無所適從啊！知道。嗱，我就慣咗處理大新聞嘅素材，但係有嚴重身體危疾咧，就唔識自己處理，自己唔識處理。所以係好大打擊。早階段咧，我係抗拒承認，仲要話何必偏偏選中我？但係咧，我咁多年咧，我為咗保持冷靜，退一步去認知，同埋咧去認識多啲。但我容許我問下啦，因為咧癌症都分幾多期、第幾期噶嘛？當你一接到醫生話俾你聽嘅時候咧，佢有冇話嗰個情況去到第幾期，或者係樂觀？已經係末期啦，係第3期。有一樣嘢我想呼籲大家咧，不時要留意身體嗰個狀況。係啊，我係喉癌。其實嗰陣時咧，佢擴散到咧，我右邊咧好似高爾夫球嘅腫瘤，我完全領悟唔到。好可能男士咧唔係好注重儀容啦。但冇你 feel 唔到咩？feel 唔到佢唔痛噶喎，第一照周圍都係。嗰陣時係接受唔到，好似判咗死刑。咁但係咧，我就逐漸學識去冷靜，認識多啲。咁我好彩咧，係請咗一個全城好有名嘅2位教授醫生。嗰陣時啱啱有一隻新藥咧，係對付呢個病嘅，咁效果相當好。咁我好慶幸咧，就走出呢個黑暗隧道。嗰個期間大約幾長度啊？即係呢有啲係確診咗，到後來叫做有一個好轉。
我即時做電療化療咧，7個星期。哦，咁算好快喎。係啊，算好快喎。但係呢7個星期嘅煎殺咧係好難受。我都知道，我知道。因為末期咧，佢嗰個殺傷力好重。電療化療一齊做。知道。咁就康復期間咧，我都花咗唔少嘅心血啊，金錢啊，去補翻自己身體。咁我覺得喺呢度我趁呢個機會咧，想大家提醒咧，要注重健康。癌症喺全世界咧，遲早係第一殺手。包括香港。香港我出本各位觀眾咧，我出過一本書，我覺得係值得係分享點樣去走出呢個黑暗隧道難關，係可以做到嘅。首先咧，大家千祈唔好恐慌，因為現代嘅科技咧，根據香港醫管局嘅數據咧，一半以上嘅個案咧可以醫得到嘅。首先要鎮定。而家年代同我19年啊，好高興咧！先嗰幾日咧，我19週年康復，我好樂意分享咧，我康復期間點樣去渡過癌關。要冷靜。點解要注意咧？雖然醫學昌明，但係發生嘅個案咧係每年遞升。但係生存率咧係超過一半嘅，所以呢方面咧正面思維咧係好緊要。千祈唔好因為咁而亂咗陣腳，同埋家人嘅支持。但係有一樣嘢好重要，我哋一定要保持冷靜。點解？我本書都有講嘅。我引述一個美國嘅腦科醫生，佢自己患咗腦癌，咁佢做一個好有意思嘅分析。原來我哋嘅情緒咧係同我哋嘅細胞健康息息相關。同意。佢分兩組嘅病人，好似700個一組。一組病人咧個心情嗰個性格咧係開朗嘅，另外一組咧傾向文靜憂鬱嘅。原來咧我哋體內嘅免疫系統咧有兩種專對付癌細胞嘅細胞，一種叫 T 細胞、淋巴細胞，另外一種咧就係 natural killer cell， 中文叫做自然即係殺死癌細胞嘅，屬於白血球嘅。當一個人嘅性格樂觀咧，佢哋會有好多嘅。佢見到一啲，譬如測到一啲係異常嘅癌細胞，即刻行動。相反，比較憂鬱嗰啲人咧，佢哋係沉默好多嘅。係啦，所以呢點好緊要。即係話如果你越開心越樂觀咧，其實咧癌細胞咧就會殺得更加快。係，同埋冇咁緊張。冇咁緊張。個情緒原來係相當重要。咁不無咦？咁你最初喺新聞工作裏邊咧，你嗰個情緒啊、工作壓力啊，正正就係令到呢個癌細胞活躍嘅一個溫床。同埋飲食嘅另外一點咧，個酸鹼，睇到酸鹼個平衡咧，譬如我哋唔飲水啊，成日食得肉多啊，缺乏水果咧，鹼性低咧，嗰個我覺得嗰個計時炸彈可能已經喺度。咁有兩個情況。係發展到惡性腫瘤。第一，致癌物質，吸煙咧，吸煙一啖煙有69種嘅致癌物質，唔係有害致癌物質啦。一啖煙啫喎，咁咧就，但係你都吸咗幾個月嘅，係嘛？後生啊嗰時，咁啊，收尾冇啦。咁我唔係醫生。我純粹以個人嘅經驗同大家分享。不過都已經19年啦，嚇，19年啦，做個參考。咁我覺得盡避免緊張啦，同埋嬲怒啦，同埋受驚。所以呢啲影響我哋嗰個細胞嘅健康狀況，我覺得值得
同大家分享下。唔好杞人憂天，唔好樣嘢驚咗先。不過咧嗱，我係想問翻嗱，戰爭咧就有兩種嘅，一種就自己同身體嘅病魔戰爭啦。但我想問下 Eddie 咧嗱，你頭先都講到咧，你曾經做過一啲新聞嘅媒體啦嚇，咁亦都好近距離地接觸睇到好多新聞嘅圖片，有冇最驚險或者難忘嘅事喺嗰啲日子發生過？有好多，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1991年海灣戰爭差唔多後期啦。咁因為呢個打咗幾個成年嘅仗咧，半個月仗咧，咁我公司要輪班輪運，咁我去到首都沙利阿拉伯利雅得，咁嗰日咧啱啱我生日，咁咧呢個國際媒體咧佢哋個裝備好完善嘅，包括生化武器點樣保護啲員工喺前線。咁嗰日我啱啱生日，咁咧就打返俾太太。期間咧，忽然間警報響，咁咧就你身處喺邊度啊？當時利雅得，我知海灣戰爭辦公室啦，定係咩？喺天台好嘅 point 就係咧喺部署緊現場直播啦。咁我哋喺開業酒店，所有主要嘅外國傳媒咧都進駐嗰度，因為背景就後邊咧就空軍基地，係一個薩達姆襲擊嘅目標。咁我哋佈晒啲現場嘅相機喺天台，咁忽然間警報響，咁有機會啲飛毛隊飛彈你聽過啦？知道，可能我會襲擊過嚟，有核子彈頭同埋生化武器彈頭啦。咁我已經有晒啲裝備啊，忽然間警報響，有機會殺到嚟，咁我同老婆講唔得啦，我要走啦，拜拜。我太太嗰邊喊到飛，因為唔知道會點樣，唔知道會點樣，係唔知道點。係啦，你就即刻離開嗰個現場。即刻離開現場。咁啊，同一個差事咧，有一晚咧我就負責買外賣，因為日日都係食嗰啲肉啊嗰啲咁嘅嘢。咁咧就係中國啲餃子啊，好難得。買完之後咧，飛毛隊飛彈啱啱就炸嗰度，相差唔夠30分鐘。即係你一離開就炸咗啦，係啦。即係如果你走遲啲就即係天都得啦。所以咧，呢啲其中一個經驗咧，使我領悟到咧，活在當下，人生無常，係珍惜每一刻。咁我而家咧就係盡量做到咧，生活不在乎長短，活得精彩，活得有意義。咁你而家點樣即係保持身體繼續健康，係咪開心就得噶啦？其實係咁啊，有時人咧好難嘅，有時要食啲有啲嘢唔好食咁多，但係好難控制到。耐唔耐啦？我做下氣功啦，平衡下啦，保持冷靜啦，係同埋個人咧唔好咁執着，係多啲溝通好緊要。因為咧越認識得多關於疾病咧，你越能夠保護到自己。啱嘅，知己知彼係。我覺得咧。成功不能以健康為代價。搵幾多錢，身體有事都係冇辦法，係咪？同埋家庭嗰個凝聚力，同埋朋友咧係好緊要。當你處於危疾咧，嗰個動力啊，同埋正面思維咧十分重要。曾經有啲個案咧係不治而愈啊。就係嗰個情緒，係改變你嘅生活習慣。我想提醒大家咧，當有危疾發生咧，可能瞬間你失去你擁有嘅嘢，包括你嘅自由，包括咩自由咧？行動自由、飲食自由，個代價係相當大噶啦。聽過一個好嘅講法咧，佢話咧，人嘅健康係1。後邊咧所有嗰啲錢啊、名利啊咩係0，咁咧好似好多錢喺後邊喎，但係你個1冇咗咧，所有就變晒0啦。即係健康就係最緊要嗰樣嘢。我好樂意分享我本書啊，我好高興咧阿梁主持咧俾個機會我。其實我出本書咧個目的咧，我覺得能夠走出呢個黑暗隧道咧，我咁嘅義務咧要分享大家。冇錯。雖然如果不幸嘅發生，唔好灰心，正面思維。好，阿 Eddie，你本書叫咩名？同大家講啊。From a Great Escape to a New Awakening: My Journey Through Cancer。哦，咁樣中文咧就係
別癌無恙，別癌無恙，我的重生旅程。好嘢，OK。就我好希望大家能夠珍惜健康。好，再一次多謝 Eddie，今日亦都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多啲留意自己嘅身體情況，同埋記住活在當下。OK，多謝 Eddie，OK，多謝晒，拜拜。